这是什么？你骗我！烦人！溢价螺纹钢，付款提货，有效期30天。我可不是有意要瞒着您的，一边去！我就不出去。嘿，你别着急，来啊！您要是解气，您就打。我告诉你，傻老大，你不是我闺女，你不是想当家做主吗？滚出去，另立门户去吧！谁想当家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跟妈说呀？我现在不是跟您在解释吗？妈，这可是小妹给我出的主意，我就找到了以前我爸厂子里的那个办公室吴主任。他虽然不在那儿吧，但他跟我说啊，新上任的厂长啊，以前可是我爸的手下，正好这人我还认识啊，我就从他那儿啊弄了很多盘条出来，让他三姐给卖了。我们就挣了一笔钱，先用这笔钱开了一个服装店，然后用剩下的钱去买了一辆汽车。我们不是需要那车去拉货吗？而且他三姐吧，一个星期给我们发一批货，就这些事儿，我全都告诉您了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小妹有了工作，而且她还挺喜欢。妈，关键是我们这个服装店吧，还挺赚钱。我们把这个生意做大以后，咱家不都好了吗？那你那个营业执照是怎么办的呀？妈，是打着您的旗号去街道办事处给办出来的。你现在越来越有本事了哈！妈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说，每个月给妈多少钱啊？我的工资都给您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钱全在小妹那儿把着，我都1分要不出来。那妈去要，你更要不出来。我跟您说啊，小妹啊比小算盘还抠，天天把着那钱说要把生意做大喽。去给妈拿饭去，妈饿了。好好，给您热去啊。真的发了嘿。宋菊，妈，宋菊，妈来了，坐。你们俩别在这胡思乱想了。那钱啊是傻老大自己挣的啊，三姐没给他钱。这不可能。他是到你们厂找那个新厂长，要了好多盘条给卖了。妈，那这钱就不是他自己的了。那为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咱家和那厂长的关系，那是他自己的吗？那是去世的爸爸面子。哦，他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动，钱就全眯了。那论情论理也说不过去啊。对呀，是这个理儿啊。那这钱要回来得分您一半啊。哎呀，要不回来了，人家投到那个服装店里了。妈，那要是小老大他都能要回来盘条，那您面子不是更大吗？那您再去一趟。哎，对呀，妈，这事您得出面。那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。再说了，人家已经说了，以后不会再给了。哎，妈，您别走啊！你看这，你追过去啊？不是，妈要说要不回来，8成是真弄不回来。你怎么也得试试啊！得，那我让妈要去，她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蹲她屋里不走。怎么睡这儿了？哎呦，别着凉了，苏军。你要叫他，我跟你急啊！哎，怎么了？他肯定是看上咱们那辆车了，要不然能跟咱妈飙上吗？哎，找病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在这儿睡上了？赶紧起来到你那屋睡去。妈，我告诉您啊，您要是不答应昨晚我说那事儿，那我今儿就跟赖着不动了。那你就躺着吧，我吃饭去。哎，别去，妈，别去。您坐。不是，您看呢，妈，您要不费事儿，您去一趟，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那这事儿就成了。再者说了，那我都跟这儿躺一晚上了，怎么着您也得给我点面子不是啊？
你看，我就说妈，您办这事儿一准就成啊！妈，那我今儿什么都不干了，儿子就陪您办这事儿。那我还没吃饭呢。没吃饭，小吃部啊，就是您今儿想吃那天上的星星，那儿子上去给您摘去。去一边儿去！谁要吃星星啊？不是，那我吃星星还不行吗？就是我得给你摘去。两位慢点走啊，下次欢迎再来。下次光临啊！哎，再见。哟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小姐，你看一下我们店里的衣服，都是从广州厂家直接进的货，跟其他店的价格都一样。不过你现在要买的话，可以打8折。看这件不错，你眼光太好了。不过这件衣服是从香港直接进的货，对不起，不能打折。还是可以试一试吗？哎，可以可以，那是试衣间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去啊。慢点啊，大姐啊。哦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得学会开口说话呀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可不行。大姐一看这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吧，就张不开嘴。大姐只会一句“你好，欢迎光临”。哟，你看又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吧，都是从广州厂家直接进的货。现在要买的话可以打8折。来看看这件，大姐来人了，你哎，你好。小妹，快来！大姐这回可不会说了啊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！小妹，快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，咱家都来外国人了，快！哎，给人找啊！你好。哎呀，你说这老赵走了以后啊，这7个孩子啊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就差文体鸟了。拉扯这7个孩子容易吗？那这是我儿子，你看就这么一儿子，你说能不帮吗？哎呀，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，这都。您真是得开恩了，您就看在老赵的面上，您得帮忙啊！哎，要我早知道这样啊，这么累啊，我还不如死了呢，您说呢？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小妹别动！哎，让大姐来啊！这卖衣服是你的强项，扛这个可是大姐的强项。这也太沉了。小妹，你别扛了，回头再把腰给闪了啊！大姐来，放下，哎，好。哎，这你扛的怎么像个空箱子呀？思觉，怎么样？没办成啊。那便宜都让傻春给占了，让我空欢喜一场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骗我，男人！溢价螺纹钢，付款提货，有效期30天。这个，哎，这溢价螺纹钢1吨能赚多少钱啊？这个找对路子的话，怎么着也得280吧。1吨280，纯利就是7万，我发了！我宣布啊，从今儿起，咱们俩走进新时代了。哎，你可不知道啊，办这事儿多费劲啊！那新来的厂长说什么都不给办，还得咱妈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一通诉说革命家史。于是乎，到手了。我就说了，妈干这种事没问题。不过呀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。什么？我出门的时候碰到车间主任了，人家跟我说让我明天马上去上班，说什么厂子正在进行企业调整，如果现在不来上班的话，马上给办停薪留职，要不然就按旷工处分。那我没事儿，我休产假了。那我呢？要我说，1个月就挣100多块钱，要不去就不去了吧。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妈不同意呀。小吃部每个月怎么也能赚3000多。哎，现在又有了这起来，你说哪个合算啊？理儿是这个理儿啊，但是妈觉得不踏实。妈说什么都没有大锅饭踏实。那小餐馆怎么办？你要是去上班了，那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啊？那要不，咱先瞒着妈，把手续先办了。我看行。那下一步就是找三姐了。嗯，不，那7万不是立马变成3万5了？三姐不可能连咱都不放过吧？雁过拔毛，见面分一半，不信你就试试。杜绝，这提货单在咱手里，你说咱怕什么呀？咱就不会自己做？哎，有道理啊！哎呀，咱们要发了！